食饭时间手落菜，老店靠麻辣鸳鸯糕店里的麻辣汤上牛的大骨，丁香肉桂在内，挖30款的汉药材，掺大粒葱头，红仁仁才食材，用慢慢火慢慢啊烘的。店里的鸭血豆腐拢是逐工现煮，掺入去麻辣汤内底，特别正味。老店即马由第2代头家接咧做，加少年人入来到内底，有搁较侪创意，像讲到椰子鸡糕，也搁有规粒的椰子含土鸡仔肉，规个落去烘，吃起来搁较清爽。继续要让大家会当吃到好滋味。麻辣汤来斗搭卤一枚鸭血甲豆腐做伙煮，甲汤汁的青甜咸辣素甲把。这个小块麻麻，搁带麻肥啊咸的口感，互人愈吃愈爽脆。我觉得鸭血豆腐就是入味很重要。那我觉得他们的鸭血跟豆腐都蛮入味的，鸭血就很嫩。对，豆腐就蛮扎实的。另外，这道白汤是对大陆传过来的新口味，选用高雄也是屏东在地出产的椰子类去炼制。最后帮各位加入新鲜的椰子水，剩下的椰子水我会帮大家调成高汤拿过来。汤底选择很多，然后其实我们带小朋友来，就是有清汤，还有今天他介绍的椰子鸡，还蛮清爽的这样，然后它的肉质都是算蛮新鲜的。鸡骨先落鼎小炸一下，再加一寡垃圾泡甲沥掉，安尼就会当传来熬汤咯。甲芹菜、仁子甲葱头做伙落鼎，甲挂甲砍好势，用温仔火甲熬2-3点钟，安尼厚嘟嘟的鸡骨汤才有算熬好势。对，全换了，换成云南的，对不对？看经30种的中药材甲这个香料，来斗搭牛筋牛骨汤，搁来甲掺家己炒的咸椒啊油。吃来做伙来甲煮，安尼，互这个汤底都有加中药的香气。一定要在食材上不能妥协，一定要在我们消费者吃下去要能够安心。要甲传汤的担头甲打起来，因2个人的老爸因为做伙做工课，伫15年前就成立这个麻辣火锅店。上早是伫台北市仁爱路起地的，前一阵因为受到景气无好的影响，含这个租期搁要到啊，安尼孤不二将才甲店甲收起来。老店的第2代张大正对美国留学转来，伊较早做所谓广告行销真侪年啊，也若王灵轩伫个英国留学毕业了后，嘛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咧大陆打拼。毋过为着厝内的好滋味，决定去年对老爸的手头甲接落来，甲老店的招牌搁甲打起来。这是我有一个家的情感的存在，所以说，味道反而已经跟我的情感跟记忆融合在一起了。这个品牌让更多新的人认识我们，而不是只有一些老的客户，让他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了，然后一些很多那会导致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是我自己也很想要去通过我的方式让这品牌发光。虽然讲接班到单，会使讲是规年烫天拢无休困，不过因欢喜做甘愿受，虽忙真忝，嘛是真乐痛。要让它过去的传统，在时代中重新去淬炼出新的东西，但是却不能忘本。对，这一点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在衡量的。为着要老店来添添新的风采，甲过去的传统过来甲斗搭新的变叫。不过无变的是招牌麻辣汤的老滋味，这总是互人安尼散伫心肝咽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